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站起来，用歌声敬拜赞美神。国度属于你，一切权能，一切荣耀永远属于你，天地都要跪拜，因你奇妙生命。天堂门打开，死亡不在，一切荣耀永远属于你，没有人能阻挡，你名充满能力，万王之王，全地都扬声歌唱，永恒的上帝。You are wonderful, you are wonderful， 让全地欢唱来赞美你。上帝知道永远光照大地，因为你奇妙生命，因为荣耀属于你。上帝知道永远荣耀属于你。国度属于你，一切权能，一切荣耀永远属于你，天地都要跪拜，因你奇妙生命。天堂门打开，死亡不在，一切荣耀永远属于你，没有人能阻挡，你名充满能力，万王之王，全地都扬声歌唱，永恒的上帝。You are wonderful, you are wonderful， 万王之王，全地都扬声歌唱，永恒的上帝。You are wonderful, you are wonderful， 让全地欢唱来赞美你。上帝知道永远光照大地，因为你奇妙生命，因为荣耀属于你。上帝知道永远荣耀属于你，让全地欢唱来赞美你。上帝知道永远光照大地，因为你奇妙生命，因为荣耀属于你。上帝知道永远荣耀属于你。真神，他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要救赎你。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主啊，你就是一切问题的解答，就是一切黑暗的亮光，就是我们永恒唯一的真神。有一位真神，他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要救赎你。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
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现在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耶稣基督，圣洁美丽，无人能及，赐我气息，毫无保留，为我舍命。你的爱是我灵魂苏醒，患难中我能刚强站立。你的爱是我中心的灵，黑暗中是我生命再次绚丽。我心坚定于你，眼目专注于你，风浪之中有你同行，不畏惧。我心坚定于你，我灵降服于你，在你怀中平静安稳，我必得安息。你的爱是我灵魂苏醒，患难中我能刚强站立。你的爱是我中心的灵，黑暗中是我生命再次绚丽。我心坚定于你，眼目专注于你，风浪之中有你同行，不畏惧。我心坚定于你，我灵降服于你，在你怀中平静安稳，我必得安息。我心坚定于你，眼目专注于你，风浪之中有你同行，不畏惧。我心坚定于你，我灵降服于你，在你怀中平静安稳，我必得安息。我心坚定于你，眼目专注于你，风浪之中有你同行，不畏惧。我心坚定于你，我灵降服于你，在你怀中平静安稳，我必得安息。
亲爱的上帝，我们在这里心怀感恩，因为你是赐予我们气息、为我们舍命的神，让我们在你的爱里得到力量和盼望。我们要在这里向你宣告，我们要永远真心诚意地侍奉你，不论遭遇任何的阻碍，任何世俗的诱惑，我们的心都要坚定于你，跟随你的旨意，走你带领的道路。孩子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用使徒圣经来做我们的信仰告白，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第3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请坐。这时候我们预备心来奉献，请同工来服侍。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满心的感谢你，谢谢你坚定我们的心，在社会上许多的搅扰与诱惑当中，我们的信心依然坚定。在安息日的今天，我们依然拨开一切，渴慕的到教会来敬拜你。谢谢主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亲爱的父神。不管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是学生，是上班族，是在家待业，或是在家做事的，主啊，你都与我们同在。不管我们得时不得时，我们都知道主你的爱没有离开我们。愿我们的信心在主你的坚固下永不动摇。亲爱的父神，今天是母亲节，谢谢你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有爱我们的母亲，不管母亲在不在，主啊，你的爱都在其中。也求你与年轻的母亲同在，让他们信心坚定，用你的教导来教导幼小的孩儿。主，我们为这献上感谢。亲爱的父神，我们将今天的聚会交在你手中，求你敲醒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再一次醒悟，来聆听受教主你的话语，让我们的心更坚定，让我们遵行主你的道来行，蒙主你的喜悦。谢谢主的带领，亲爱的父神，我们也献上感谢。你所赐给我们丰盛，我们也将一点奉献在主你跟前，求主悦纳我们所奉献的。这时，我们要一起同心，用主你教导我们的主祷文这样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谢谢。我们来看周报，我来报告一下教会的消息。今天是母亲节，我们一堂有做那个母亲节感恩礼拜。我们有谢谢社区关怀据点的学员、儿童主日学，还有青少契，在第一堂的时候为我们带来好的献诗，感谢神。愿主赐给每位母亲有信心跟智慧，教养孩童走当行的道，并帮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检视自己对母爱的回应。等一下我们有母亲节礼物送给在座为母亲的妈妈，祝福妈妈们母亲节快乐。我们来看第二个，下主日就是5月21号，是总会所预定玉山神学院的奉献主日。请为原住民神学教育关心奉献，一样是下礼拜教育部举办手工皂的制作，有兴趣的呢，我们到1楼来报名。活动的地点在教会的4楼。5月27号下午4点半，教会会召开小会。5月28号是圣灵降临节，我们特别注意，我们要举行第3次的圣礼典。要受洗的或是坚信你的，请向牧师报名。好，去年度的奉献证明已经准备好了，放在奉献柜。那如果找不到的，可问干事英英姐哈。好，那也报告团契的消息，让我们知道5月21号是琴社团契的聚会，主题是夫妻默契大考验。5月26号是松联团契的聚会，我们一起关心，为他们祷告。奉献的部分呢，记载在周报上，如果有错误的，我们向出纳来订正。好，我们来看圣经。我们今天要看约书亚记24章13节到18节。24章，约书亚记24章13到18。我念单数，然后请我们大家来念双数。约书亚记24章13节：我赐给你们的地，不是你们开垦的；我赐给你们的城镇，不是你们建造的，你们却住在其中，又得吃那不是你们栽植的葡萄园和橄榄园的果子。若你们认为侍奉耶和华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明，或是你们所住这地亚摩利亚人的神明呢？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因为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曾领我们和我们的祖宗从埃及地为奴之家出来，在我们眼前行的那些大神迹，并在我们所行的一切路上和所经过的各民族中保护我们了。愿领受神的话语，听他话的，蒙神的祝福。今天牧师要以选择时刻来作为勉励。选择时刻。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在众人当中，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这是一个非常吊诡的一个世代，更是一个常常搅扰我们内心的一个世代，让我们不知如何去选择。主，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帮助我们在每一天都能够坚定，我们要跟随你。也愿今天的话语
再一次打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能够以耶稣呀一同来面对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选择。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选择其实对每一个人都非常的困难。从小到底要选哪一个幼稚园，哪一个安亲班，甚至升学了，考不好的人很简单，反正我就只能选择那个。考得好的人，他可能他的选择很多，甚至他是不是要出国，工作也是。那要选择对象更是，就像现在疫情这么多年了，年轻人可能很好选择，现在选择要不要戴口罩，对你来讲会很困难的，请举手。选择要不要戴啦，很简单嘛，一个就戴，一个就不戴。有没有人很困难？可能不会。看医生可能就会很困难咯。到底简单的病可能简单看，当你比较重的病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一次选择好几个。马偕也看，台大也看。所以选择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上帝又特别，他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选择的自由意志。选择不是像我们说爱吃甜的、爱吃咸的，等一下出教会的时候往右走，三重帮的往右走，士林帮的往左走，还有那个松山区的那个也都往左走，很简单。我们每一个人一生当中有很多的选择，既然上帝给我们选择的机会，我们就要为我们所选择的付上相同的代价。这个就是为什么选择竟然是这么的困难。保罗在保罗书7章15节这么说，这个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不去做；我不愿意的，我反倒是去做。大家有没有常常碰到这个问题？做了之后才后悔。小到等一下去点餐，点完之后你就后悔，我明明想吃那个，可是点了这个。保罗说，这样看来，一方面我的内心顺服神的律，但是另一方面我的肉体反而顺服罪的律。尤其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基督的门徒之后，我们每一次的选择就不是很简单的。我们今天要吃牛肉面、吃炸酱面这么简单，我们要读哪一所学校那么简单，不是。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每一次的选择都是属灵的选择跟属肉体的一个征战啊。而这样的属灵跟属肉体的征战，从创世纪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就开始。2000多年前，耶稣亚他们一样，那个时代一样，他们一样在做选择，他们一样有挑战。耶稣亚记是24章，我们今天读的是耶稣亚记最终一章。耶稣亚记24章是耶稣亚对他们百姓所讲的话。经文说，耶稣亚已经老了，他这个时候120岁。有句话这么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上帝救赎第一代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地到旷野，但是他们很快的时间，他们都忘掉上帝救赎的这个恩典。他们在旷野常常三心两意，常常偏离上帝的旨意，以至于第一代我们都知道，第一代以色列的百姓全部都死在旷野。这样错误的选择，造成这样的结果。耶稣亚看在眼里，耶稣亚看在眼里，以致耶稣亚在信仰上面的选择，他有很深的体会。但是人会失信，上帝永远不会失信。上帝持守他对以色列百姓、以色列的祖先亚伯拉罕的应许，他赏赐他们迦南地。今天完成了，耶稣亚进到迦南地，把土地分给12个支派。
知美牧师上个礼拜讲到的题目在应许之地站立。如今以色列这个民族，他们已经在应许之地站立了，他们成为大的国家。上帝让周边的其他的国家都很害怕以色列。今天的经文在24章13节这么说，来看一下 PPT， 24章13节。我赐给你们的地不是你们开垦的，我赐给你们的城镇不是你们建造的，你们却住在里面，又得吃里面的葡萄跟橄榄的果子。迦南地里面的土地跟城市，以及里面的所有的果子，这些可住的、可吃的，没有一样是以色列百姓他们自己建造的，他们自己栽种的。这些都是上帝给他们。我们看以色列百姓，以色列他们从一个小小的一个家族，四处的漂流，到最后成为一个大的国家，有一个安身立命的一个地方。这一切都是上帝白白的恩典。但是人的本性是什么？人很容易对上帝的作为视而不见。就是事件经历的不是很久的时间，我们常常会忘记。我们可能会数算上帝的恩典，可能大概数算1个月，数算半年。写到这边的时候，牧师就想到我21年前好家在，上帝有引领我们一家人来到教会，不然我很难想象我目前生命的境况。可能外在的物质会多一些，但是内心我很难去想象会贫瘠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约书亚记24章1到13节，就是我们今天读了前面那个段落。上帝不断提醒以色列百姓，你们要数算过去上帝对他们列祖祖先一切的恩典啊。当一个人忘记上帝的恩典，我们说当一个人不会感恩，一个人我们就很容易陷入在目前所拥有的都是我自己的，都是靠我自己能力我得来的，我争起来了。当这样的时候，骄傲就到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失去判断的能力跟失去理智。接续的经文14节到20章14节到15节，让我们看到一个很大的一个现象。耶稣要让以色列百姓看清楚他们现在的境况。其实这个境况也是现在所有基督徒所面对的一个境况。我们很享受在教会里面信仰的大家庭的团契，但是我们对外面很多的东西我们也很喜欢。这边讲说，他跟以色列百姓讲，耶稣跟百姓讲，你们是要以前你们故乡的那一些神明，还是在埃及地里面你们祖先拜的那些神明，甚至到迦南地我们所碰到的一些神明？这里面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耶稣要说：“你们怎么选择我不管，但是论到我跟我的家，我们一定要侍奉耶和华。”如今耶稣要将信仰的问题直球对决，挑明的跟以色列百姓讲，是非黑白，一次讲清楚说明白，好跟坏，祝福跟做主，让他们知道。这2节经文其实是一个很难选择的，不是耶和华上帝，就是没有。人因为内心里面罪恶的因素，一心两意。一心两意是人性，人常常想要鱼与熊掌都兼得，是不是？鱼与熊掌都兼得啊！我很喜欢这个女孩子，那个我也很喜欢。鱼与熊掌兼得，这样的人性特别展现在宗教上面，不只是基督教。今天第一堂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大概20几个那个社区的长辈，他们所拜的民间宗教也是一样。
鱼与熊掌兼得，就是每一种神明，我们都最好都可以拜，多多益善，无白无波比。因为心里面想，不同的神明可以带给我不同的利益跟价值。以他们外面的神明有什么祝生娘娘哈，有关公，有妈祖，每一种的神明有不同的，可以带给我不同的好处。耶稣要知道人性的贪婪及软弱，因为他见证了第一代的以色列百姓就是这样子。他们2只脚想踏2条船，以至于他们没有专心一致的来敬拜耶和华上帝。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死在旷野。这是一个很难抉择。今天你的朋友礼拜天邀你出去玩，或者是你交了一个新的女朋友，你是要来礼拜，还是要跟他出去玩？有时候说真的，我们都很难选择。这次的耶稣要在众百姓面前，他首先做出了选择。他跟以色列百姓说：“你们要怎么选择我不管，但是论到我跟我的家，我们选择耶和华上帝。”耶稣要在这边的选择是一种信仰的告白啊！你们要怎么选择我不管，但是我已经做出决定了。这边的选择带出2个很大的一个意义。第一个，耶稣要重新在上帝面前誓约。我们跟上帝的誓约不是只有停留在，以牧师来讲，不是停留在21年前3月17号那一天我们全家受洗的日子，不是。我们要时常跟上帝重新的来誓约。我们要依靠他，我们依靠的只有一个人，我们一心一意只依靠耶和华上帝。我们要从内到外表里一致来敬拜他。换句话说，我们是提醒我们自己，我们从以自我为中心转变以上帝为中心，这是违反人性的。一般民间宗教来讲，如果第一代的都知道，有在拜这种，我拜这个神明，我对他有所求，我对他有所求，你一定要，我希望他能按照我要的给我。那请问，到底哪一个人是神明？是他是神还是我是神？其实我是神啊，这个神明只是让我操控，你要听我的。那我们现在会不会也对我们的上帝也是用这样的？上帝，你要听我的。所以我们要转变成以上帝为中心，我们要把我们的手交托、放手交给他，这是对上帝信心的展现，因为我们承认他是创造者。第二，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人有人的责任，人要拿出行动。有上帝，你既然要有上帝，你就不能有其他的。你要和其他的神明偶像切断。经文说要除掉，要离开他们。也就是说，我们再一次来到上帝面前誓约，我要完全的依靠你，我要以你为中心。但是我们原来的东西要拿掉啊。拿掉这个动作是一个悔改的动作，我们要对我们之前做的事情，我们要悔改。悔改就是一个转身，我们要从这边转身到上帝这边，转身到上帝这边，就是从不好的这边转向好的这边，从黑暗的这边离开黑暗到光明。就好像我们受伤的伤口，如果你没有处理好了，会怎么样？外面虽然结痂了，但是里面是有脓包的啊。请问这时候要怎么处理？你去医院，医生会怎么处理？会整个把那个薄膜把它拿掉，把那个脓全部挖开，挖清干净，上药，你的伤口才会好。信仰其实也是这样的，我们要将会影响你我们跟上帝。去上帝那边的东西，我们要拿掉。有句话这么说：“斩草不除根啊。”
春风吹又生啊！我不晓得在生命的旅程当中，你有什么样类似这样的情形，一直在围绕着你。一直在围绕着你。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当初就是一直这样子围绕着他。耶稣亚都要死了，他为什么不讲一些好话？而且他讲的这些话，其实那些以色列的百姓，其实他们会心里面会很扎心呐、因为他们现在就是三心两意啊。但是我们既然是上帝的子民，我们就要活出名副其实的身份。今天最后的经文16节到18节，16节百姓对耶稣亚说：“我们绝对会侍奉耶和华上帝，离弃其他的神。”在21世纪这个时代，虽然看起来许许多多都非常的进步，生活水准提高，但是我们的人心其实却是越来越复杂，想太多。有时想太多，我们很多的会造成很多的病痛发生。为什么叫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喜乐容易吗？不容易耶。喜乐是一种完全的交托、放手，不容易。以至于在这21世纪，有很多我们想不到的事情一直在发生，偷抢骗、人吃人的事件发生。你说牧师哪有人吃人？有啊，我们不是在新闻在报很多在那个大海里面发现很多尸体吗？人吃人啊！网络的进步带来很多我们方便，但是也造成我们很多的困扰，以至于让我们在我们人这个善良这个核心价值越来变质了。我们人的心那个核心价值渐渐失落掉，人越来越自以我为中心的意识越来越强烈，但是我们内心却异常的空虚。很奇怪，你为什么越以自我为中心，反倒越来越空虚？然后恶性循环，你就用很多外在的东西来满足你的心，不管是财富、地位、证明、面子、比较，来满足你那个心。所以，其实我们人的心早就陷入在黑暗的当中。教会在如今的世代，我们不单单每个礼拜聚在这边敬拜上帝的地方，我们教会更要成为这世上的光啊！引导黑暗到光明。神学家潘霍华有一个德国神学家潘霍华，他主张说，教会只有在为人类而生存时，才会成为真正的教会啊！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在教会这个信仰群体里面，享受从上帝而来满满的祝福。但是我们要让我们建成的教会，让我们所有的普世的教会，都成为真正的教会。要成为真正的教会，我们是需要付上我们个人的代价，也就是我们背起我们个人的十字架。马太福音书16章24节这么说：那个时候，耶稣对他的学生说：“若有人要来跟随我，要放弃自己，背起他自己的十字架。”跟随耶稣的人，竟然我们是一群跟随耶稣的人。我想在座没有人强迫他来跟随耶稣，我们就要以耶稣为中心。目前教会最大的挑战，跟耶稣亚时代其实是一样的问题。尤其在我们的世代，神明偶像又特别的多。牧师讲的神明，不是只是外面他们信仰那些看得到的偶像，很多看不到的偶像，其实才恐怖啊！财富、地位、网络、世俗价值观，一样一样在影响我们跟上帝的关系。
而且魔鬼非常的厉害，他不会叫我们离开教会，但是他会让我们选择成为一个三心两意的基督徒。他会让我们成为一个半吊子的门徒，他会让教会成为一个半吊子的教会。什么叫半吊子的教会？就好像一盏灯，那么闪来闪去。你说它亮吗？它又不亮。你说它熄吗？它又不会熄。这个是我们目前教会碰到很大的一个困境，也是实际上的一个情况。就好像温水煮青蛙，它让我们的信仰好像温水煮青蛙，就是这个青蛙，它在温水里面，它不觉得有危险要来到了，它失去了警戒心，它不知道大祸临头了，以至于让我们在信仰上面怎么样？我们的敬拜没有敬畏的心。我们在某一部分反而比那个民间的神、民间拜拜还没有敬畏他们的神的心，你知道吗？他们至少他们还会跪着，双脚跪着，他们去磕头，他们去做他们该做的。而我们呢？我们的侍奉常常随随便便。我们常说我们数算很多的恩典，但是我们对上帝给我们有的，我们有的奉献，我们常常偷工减料。对上帝的信心，我们越来越少。当弟兄姐妹邀请你委身服侍的时候，我们常常是看着心情来服侍。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信仰上面，我们真的需要下定决心，我们要做出选择。就好像今天的经文，耶稣呀，他做出他的选择。论到我和我的家，我们一辈子我们要侍奉耶和华。以色列的百姓，他们也做出他们的选择，他们对耶稣呀，对出他们的领袖说：“我们也要侍奉耶和华，我们绝对不会再侍奉其他的神明。”要是这样，那我们呢？在座的弟兄姐妹，你又如何做选择？跟随耶稣的路，其实不是一条义路。是一条要背十字架的道路。我不想让大家明白，什么是一条背十字架的道路。如果你做你喜欢做的事，其实不是背十字架，就是我不愿意做，我不会，但是我为了上帝，我愿意去做。我觉得在座很多的弟兄姐妹，其实也都有参与在那个当中。十字架的道路虽然好像感觉是一条牺牲的道路，浪费我们的一些的时间、金钱，但是这条路会帮助我们怎么样？帮助我们更专心啊！帮助我们除掉、阻挡那些在我们生命当中会影响我们跟上帝关系的那些偶像啊！上帝是圣洁的上帝。上帝为什么不希望我们离开他？因为他知道我们离开他，我们就会被攻击啊。当我们专心跟随上帝这条路的时候，他会带领我们经过生命当中的高山低谷啊。我们常常会有一些软弱，一些心理忧伤，甚至身体的病痛，甚至最恐怕的是，常常突然临到的一个无常的事件。什么叫无常？无常就是靠我们的能力、靠我们的财富都没办法去影响的，叫无常。只有选择跟随耶稣这条路，最后我们才有办法去经历。原来十字架这条路，哇，竟然是一个平安喜乐的一条路啊！十字架这条路，竟然也是一个走向荣耀有盼望的路啊！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再是靠自己，因为我们知道
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上帝会为我们负责，上帝会为我们征战。我们的选择其实是相对的很简单。信仰这条路其实并不是很复杂，但是我们一定要紧紧的跟随。我们等一下在敬拜团的歌声当中，我们也来思考，在我们生命当中选择的当中，我们的选择到底是什么？建成教会也在选择一条路，我们要建成教会，成那个光跟盐的一个教会，成为一个有亮度、给人家温暖的一个教会。今天那些社区的长辈们，说个实在话，他邀请我们去庙，你会不会去？我想很难呐。他们今天愿意来教会，那是因为他们在教会里面、周间里面，他们非常期待来教会。为什么？他们可以感受到我们的志工给他们满满的爱。有时候听他那些长辈们在分享的时候，他们眼泪都掉下来了。我们每一季都会帮他们庆生。有的长辈说：“我已经好久没有吃到生日的蛋糕了。”我们教会也要成为宣教的教会。上个礼拜志梅牧师有分享，我们从花莲、屏东、新竹，甚至北部，我们去帮助很多的教会的宣教，甚至我们有对乌克兰的奉献。最近我们的总会又准备要在透过管道送将近200台的那个病床到乌克兰去。前阵子我们的马偕医院，我们的医疗团也到乌克兰去义诊。我们要成为一个宣教的一个教会，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建成教会我们所有弟兄姐妹的选择，才有这样的一个成果。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的心坚定于在耶稣基督，帮助我们在生命当中面对许多挑战的时候，我们可以很容易的选择。我们请你站立，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让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耶稣基督，圣洁美丽，无人能及。赐我气息，毫无保留，为我舍命。你的爱使我灵魂苏醒，患难中我能刚强站立。你的爱使我重新得力，黑暗中使我生命再次绚丽。我心坚定于你，眼目专注于你，风浪之中有你同行，不畏惧。我心坚定于你，我灵降服于你，在你怀中平静安稳，我必得安息。你的爱使我灵魂苏醒，患难中我能刚强站立。
中心的力，黑暗中是我生命再次绚丽，我心坚定于你，眼目专注于你，风浪之中有你同行，不畏惧，我心坚定于你，我灵降服于你，在你怀中平静安稳，我必得安息。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常常陷入在黑暗的当中。我们常常陷入在选择的困难当中，但是我们知道，主你都与我们同在。愿耶稣基督的爱，那牺牲的爱，那不求回报的爱，大大的充满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因为耶稣基督的爱带来了医治，耶稣基督的爱带来了安慰，耶稣基督的爱会让我们的灵魂来苏醒，打开我们内心的眼睛。耶稣的爱更会带给我们永生的盼望。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帮助我们在每一次的选择的当中，都能够合神的心意，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让我们来唱最后一首歌，唔免惊。瞎眼的看见，就那手压制的自由。大声说，大步走，带着主所赐的力量，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每一个走一个，有主同行，我不害怕。我要去传扬，每天都说哈利路亚，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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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大声说，大步走，带着主所赐的力量，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每个走一个，有主同行，我不害怕。我要去传扬，每天都说哦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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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哈利路亚。请好，那个礼物要给妈妈，来，请妈妈站起来一下，我们要给礼物来。季勇，你妈妈礼物你自己拿去。哎呀，去。哎，我们后面两位妈妈来。